大家好，今集咧首先同大家講下同澳洲同埋香港都有關嘅一件事，就係咧就新鮮熱辣嘅消息嚟嘅，就係講緊澳洲嘅前最高法院法官范禮全啦。咁而家佢就喺香港嘅終審法院嗰度就服務緊，成為海外法官嘅。咁啱啱嘅消息就係話佢辭職啦。咁佢辭職呢單新聞咧，喺各個無論係香港本地啦，喺澳洲嘅境內傳媒啦，都幾受關注。咁個情況同以前有啲唔同。以前有最高峰時期有15個法官，有一個半個走，冇咁多人關注。以前喺國安法之前有好多出出入入，都冇咁受注目。咁但係喺國安法生效之後咧，喺終審法院嘅究竟有幾多海外法官仲留低？似乎就係一個寒暑表，亦都係喺國際社會睇上嚟嘅，就係呢啲有聲望嘅法官啦。直接反映到佢哋對香港個司法個睇法，佢哋究竟對香港嘅司法獨立同埋法治有幾多信心啦？咁係佢哋用腳投票，佢哋留低定係走咗咧？咁除咗佢哋自己點諗之外咧，外界都會或者係世界上普通法國家法律界都好，都會睇住呢啲咁有聲望嘅退休法官，究竟仲係咪繼續喺香港即係做服務咧？係咪仲即係甘心喺香港政權底下成為佢哋一份子咧？咁外國都唔同國家都睇住，咁所以今次范禮全退休法官啦，離開咗香港，佢係辭職嘅，佢係一個辭職，佢唔係續約，佢係辭職咁樣走，咁就受到好多嘅關注。咁特別關注嘅係點解澳洲都好關注咧？除咗佢係因為佢係澳洲人啦，澳洲嘅前即係最高法院嘅法官，而係其餘嗰幾位喺香港終審法院仲係坐緊喺度嘅，都係以澳洲法官為主嘅。其實而家喺澳洲喺終審法院坐緊嘅有4個澳洲法官，咁范禮全係其中一個嚟。咁其實嗰4位澳洲法官喺現時嘅香港終審法院嘅海外法官嚟講咧，已經係大部分嘅，因為英國嗰啲就走咗好多。咁特別係岑耀信啦 Lord Sumption， 佢走之後，仲有好多好尖鋭好對香港司法制度好狠嘅評論嚟，即係佢甚至話，即係佢覺得即係接受唔到47人案嘅判決係不公義啊等等。咁亦都覺得留喺香港就唔可以做到好似以前咁保障咗香港司法獨立啊等等。咁所以佢哋帶住好大嘅批評咁離開香港終審法院啦。剩低落嚟嗰4位澳洲法官咧，其實受到好大壓力，即係受到叫做英國嘅幾位嘅法官係佢哋嘅同儕啦。咁都咁失望咁樣離開啦。咁所以我喺澳洲本土啦，其實或者喺國際社會上面都有好大嘅呼聲，話澳洲呢幾位其實要走噶啦。如果繼續留喺香港嘅終審法院裏邊咧，絕對係即係其實幫香港政權背書，其實都係講緊話俾世界聽，香港個仲係有法治，仲係有司法獨立，佢哋有信心嘅。佢留喺度，似乎就有呢一種嘅印象俾人。咁所以佢國際上有好多輿論壓力啦。我哋喺澳洲本土都即係做嗰啲功夫啦。譬如澳港聯曾經有即係好清晰嘅立場啦、立場書啦。包括我啦，同埋任建峰啦，同埋我哋一班係做商議嘅人士，我哋都喺分別喺議會喺法律界裏邊有好多嘅游說。咁當然我哋就最清晰，亦都喺傳媒報道過嘅就係我哋去國會見到澳洲外長嘅時候，有講起呢件事啦。咁最初講澳洲法官辭職呢件事上面咧，個難度都幾高，因為澳洲法官咧，佢哋去香港終審法院任職嘅時候咧，其實係個人身份去，
即係佢唔使澳洲嘅法律界去同意或者係認受佢，佢亦都唔使問個政府，又唔使問個澳洲議會，佢就可以去。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唔係好多機構喺澳洲嘅機構你可以出聲話你唔好去啦，你反而就係、澳洲外長喺早前咧，同我哋見咗面之後，做咗一個幾有技巧嘅講法，就話希望呢啲澳洲嘅法官佢去到香港呢個已經咁嘅地方去到做服務嘅時候，要考慮下政府嘅立場，而政府立場就係要佢哋去三思係咪應該去。咁其實都已經係講咗，係好公開地首次咁講咗澳洲政府嘅立場，係覺得要佢哋去三思。咁其實已經俾一個好清晰嘅信號，澳洲嘅退休法官就係唔應該再留喺香港終審法院。咁佢哋受到好大壓力啦。咁喺法律界裏邊，即係而家我係法律界裏邊嘅人啦。咁我都喺即係同嘅律師會裏邊去接觸佢哋嘅有影響力嘅人啦，即係包括律師會嘅領導啦、主席、副主席啦等等。特別我諗係任建峰更加係功不可沒啦，即係佢嘅資歷歷練裏邊會接觸到即係更加多唔同、更加廣泛嘅人，或者係喺法律界裏邊嘅管治架構嘅人，咁落咗好多個嘴頭啦。咁當然裏邊好多人未必可以係特別喺法律界裏邊咧，唔可以好公開批評呢啲即係咁有聲望嘅退休法官，即係喺法律界裏邊佢哋係好有地位。咁但係喺透過即係由下而上喺透過法律界裏邊啦，或者透過政府同埋議會裏邊，似乎都有啲湊效。我哋俾佢哋聽到唔同嘅聲音，聽到即係特別係嚟自香港香港人好主流地係反對佢哋繼續喺香港出任終審法院法官嘅，話佢哋根本掂唔到國安法嘅案件，亦都幫唔到黎智英，幫唔到47人案等等。佢哋所審嘅有啲，譬如暴動罪啊，或者其餘非法集結啊等等，都係太過輕騎，即係唔輕騎嗰啲都唔俾佢審啦。或者有啲係輸咗都冇咁重要，唔係咁罪名咁重嘅案件，可能會俾佢審啦。咁但係我見到俾佢審嘅都我自己做嘅研究都話佢，我唔見得佢哋有幾多嘅出聲啦。喺判詞裏邊冇對政府有幾多個批評。亦都帶唔到西方民主自由嘅價值入去，咁呢啲我覺得都係鐵一般嘅事實。咁翻返去范禮全呢度咧，今次佢走辭職個態度係點嘅咧？我覺得我睇翻現時喺傳媒報道過佢嗰啲言論咧，我覺得佢有啲模棱兩可嘅，亦都有啲係咪叫不忿地走咧？咁因為咧，佢喺離任嗰陣嘅聲明咧，佢就講話我去維持對住香港嘅即係司法機構啦。同埋海外法官嗰個角色啦，佢係尊重嘅，亦都係覺得佢哋係有即係有獨立，亦都有誠信嘅。其實呢個講法當然都係好模棱兩可啦。咁當然對澳洲法即係對於海外法官嘅角色，當然可能係獨立啦。咁但係獨立得嚟，佢哋係俾政權排除喺一啲最核心嘅案件裏邊去審啊嘛。咁佢可能冇受到即係香港法庭嘅直接嘅施壓，咁但係香港法庭可以排除佢去審一啲可能好爭議嘅案件，咁所以係佢哋係模棱兩可，佢可以繼續維持對即係海外法官個角色嗰個尊重，但係的而且確個政權係我嘅睇法就係借佢哋嘅名聲啦，去到為呢個即係墮落咗嘅政權去奮統之啦。咁但係佢特別去講過，范禮全佢講話。喂，如果有啲人覺得即係海外法官係即係實施國安法嘅一啲即係共謀啊，一齊去助紂為虐啊，佢話佢反對，即係佢唔接受呢啲講法，即係或者話令到即係去為政權裝飾，佢就唔接受啦。咁咧對我嚟講呢啲嘅講法咧，唔多唔少啦，我好個人嘅睇法咧，係為自己説話，因為佢都留咗喺度咁耐。咁亦都參與過即係19年以嚟嘅即係少少嘅案件啦。咁喺案件裏面，我都寫過文章批評佢咧。嗰啲案件上面其實佢冇咩幾多嘅好實在嘅參與，亦都冇喺判詞裏面話去反對政府嘅做法，甚至反對主流法官嘅一啲批評。其實佢冇。
咁所以佢留咗咁耐，到而家先走。我自己感覺係佢都要為自己講翻啲説話啦，即係我哋都有用嘅咁樣。佢仲話喎，今次喺辭任嘅聲明裏面，佢話可能香港喺未來會成為一個嘅商業糾紛嘅法庭嘅國際城市，咁佢哋就會可以啲海外法官喺呢邊審案就會有用啦。咁我覺得呢個佢非常之唔現實啦，即係香港究竟係咪走緊去國際化，係咪變成緊一個國際化嘅商業法庭嘅香港？如果呢個係事實嘅話，當然呢啲海外法官會有用啦，會增加認受性，但係事實唔係。我哋睇到香港嘅主要嘅外資都撤資啦，即係佢哋總部都離開啦。咁香港有幾多程度上面仲係俾人覺得係一個獨立嘅國際商業大城市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客觀上社會都有個睇法。咁范麗全咁講，我覺得其實都係幾離地。咁但係我話佢模棱兩可在咧，其實佢又有咁講嘅。佢話而家喺香港終審法院海外法官嘅角色咧，係變得越嚟越唔合時宜。即係佢英文我中文係咁樣翻譯啦，唔合時宜，亦都係有啲即係裝飾嘅作用啦。即係佢冇話係為政權裝飾，但係我理解佢嘅講法就係，即係因為一直以嚟有嘅制度，而家就繼續存在嘅制度。咁係咪同當初嘅個制度嘅角色同埋定位係一樣咧？咁同埋而家會唔會即係為咗有而有咧？我自己理解佢咁嘅諗法啦，字面上面。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當中為自己講嘢嘅時候，話繼續尊重香港嘅司法獨立啊，尊重法庭嘅時候，都有講話其實呢個制度都係令到人哋有猶豫嘅。咁佢仲最後講到話，香港係喺中國境內唯一可以委任海外法官嘅法庭。咁對我嚟講，我覺得呢個講法捉錯用神啦。冇錯，係可以繼續委任海外法官，咁但係委任佢哋翻嚟，有實質喺審訊上面帶嚟，即係外國特別係民主自由嘅國家嘅自由嘅價值、人權嘅價值，或者有冇確認爭取民主自由嘅人係保障到佢哋嘅自由咧？咁我覺得冇。如果冇嘅時候，可以委任啲即係白人嘅面孔，可以委任啲海外啲曾經好受尊崇嘅人入去，其實都係借佢哋嘅名聲去過橋，其實咪繼續攞法治為做武器咯。其實大陸嘅法庭都可以坐2-3個呢啲咁嘅海外法官入去㗎，但係唔會有實質嘅作用。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范麗全今次嘅辭職係受到相當嘅壓力嘅，特別係喺澳洲境內啦，即係我哋嘅游說同埋法律界本身同埋澳洲政府嗰個表態，受到相當壓力底下離開啦。咁所以離開嗰時候，佢都要為曾經參與過喺呢個制度裏邊，即係為自己有啲辯解。我覺得都合情理嘅。咁我唔會太介意，即係佢喺走嗰陣究竟係客氣啦，定係唔想得罪啦，講嘅一啲説話話香港法庭係仲尊重佢嘅獨立性等等啦。但係我自己睇嘅就係實質上佢係用腳投緊票。如果一個深信香港法治仲存在，深信自己可以貢獻俾香港法治同司法獨立嘅海外法官，我相信佢係會留低。即係如果你呢一刻係辭職咁樣走，我相信用腳投票，佢自己已經講咗自己嘅立場，反而講出嚟嘅嘢可能好多嘅客套，可能好多嘅客氣，可能好多嘅唔想得罪人。咁我哋好多都或者好多嘅為自己去辯解，但係實際上用腳投票話咗俾全世界聽，香港到底個法治去到淪落成為一個咩樣？咁另外3位法官咧，有2位係喺國安法之後委任入去嘅，係啦，Patrick Keane 同埋 James Alsop 都係同樣係德高望重嘅澳洲退休法官。咁而家佢哋面對嘅壓力會更加大，即係如果一位再舊啲嘅人都會辭職嘅時候，佢哋作為新被委任嘅海外法官，係咪更加成為眾矢之的咧？我相信會。咁我包括我自己啦，即係喺澳洲一齊嘅我哋一齊做游說嘅朋友，做倡議嘅朋友，
都必然會繼續去加重火力啦。去到另外嗰三位法官都辭職，呢個係我哋希望達到嘅目標。咁俾世界睇到香港係不再被認可，係已經冇法治可言嘅時候，我覺得唔係想要踩佢，唔係想去死，但係呢個係事實，我哋要話俾全世界聽，香港已經變成咁咯。所以香港仲有好多政治案件，每日都上演，係令人好痛心嘅事。如果你睇翻一啲香港嘅政治案件，你就會覺得呢個制度係值得我哋喺香港以外做倡議，係繼續唱衰嘅。因為香港個法庭本身就係衰。我哋睇翻831灣仔暴動案重審，大家都好關注社工陳虹秀，最後本身話冇罪啦，跟住放咗出嚟做自由人啦，跟住佢決定唔走，最後就再重審之後判罪成，跟住我哋睇到嘅就係原來陳虹秀所做嘅嘢，佢最後係判3年零9個月。呢個我自己觀察到啦，即係喺網上喺香港人朋友圈子又好，陳虹秀案件係令人係好沮喪，係令到人哋好心噏。大家亦都好關心佢啦。因為當然本身佢係一位係好行得好前，即係身體力行好公義嘅社工啦。19年嗰陣同香港人同行，同年輕人同行好多次。咁陳虹秀其實同我喺19年嘅街頭見過無數咁多次，其實我哋都好有默契。好多次我哋同一時間喺衝突嘅現場，我見到佢嘅時候，我會行開第二邊。點解咧？唔係唔想同佢一齊，係因為佢喺度，我好放心，我可以去另一個戰場。從原來後來發現我哋點解計咧？佢見到我喺度，佢都會去另一邊戰場，因為大家對方喺度都好放心。因為點解好放心咧？陳虹秀社工咧，佢係喺前線會攞咪，但係好冷靜嘅人嚟，好冷靜。我從來冇見過佢激動過喺前線。咁有人都咁樣形容我啦，即係啲人形容我話攞住支咪，唔係鬧緊警察，只不過係暗暗沉沉叫佢哋冷靜啲啦，克制啲啦，冇人想攻擊你啊等等。我甚至有人又話我暗沉到程度，話我係唐僧毛啊，唐僧係啦。咁即係你都知唐僧自己暗暗沉沉，從來都唔係好惡。因為咧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如果我好激動好惡嘅時候，我後面嗰班人就會更加激動，更加惡，個情況係會更加熾熱嘅。係啊，咁呢個係我唔想做到。咁我同陳虹秀社工一個好共同目標，我哋都係咁。我哋覺得唔攞住支咪唔公開嘅好大聲咁講又唔得，因為反而會冇人知你存在，亦都達唔到即係好公開地話俾即係當時好唔克制、好激動嘅即係報警。佢話俾佢哋聽，其實好多人睇住你嘅，你冷靜啲啦。我哋覺得攞住支咪先做到呢一點。咁所以我自己個睇法就係，陳虹秀同我喺19年嘅即係最動盪嘅歲月喺前線，個諗法係好相似，做嘅嘢都好相似啦。咁所以如果陳虹秀只係攞住支咪，即係苦口婆心咁叫警察好冷靜啲啦嘅時候，都可以話係為示威者係撐腰、搖旗吶喊，跟住話係煽動暴動嘅話咧，咁都可以判3年9個月。我想象到，如果我留喺香港，即係我去政權可以話我參與過幾十場暴動，我30場暴動，判我30年都得啦。咁所以其實陳虹秀嘅案件就睇到，原來一個從來都係叫人冷靜，叫人唔好衝動，攞住支咪暗暗沉沉嘅人，從來都冇攞過一件武器，冇講過一句惡毒嘅説話，都可以係暴動，都可以係煽動嘅時候，香港社會係變得幾咁唔公義，係好令人心酸，即係好令人心酸。陳虹秀係一個好錫年輕人嘅人，亦都係盡200% 嘅努力
去為香港人喺街頭身體力行去撐香港人嘅一位社工。我對佢係好多好多嘅尊重啦。咁咁佢亦都選擇冇離開香港係佢個人嘅選擇啦。咁我希望佢喺裏邊一切安好，希望佢有平安同埋喜樂啦。我知道即係陳龍舟啱入去，有啲人坐緊嘅47人案，有好多可能過一兩個星期就出獄啦。咁我講唔出好戥佢哋香港開心，即係其實因為入一個和平嘅初選可以坐咗4年以上。咁我聽到消息係范國威、毛孟靜啦、譚文豪、郭家麒好快可以出翻嚟啦。咁出翻嚟之後，佢哋面對咩嘅關注？面對國安嘅幾多嘅滋擾？咩境況？我唔敢想像。咁但係起碼知道佢哋好快可以同屋企人團聚，同屋企啲小朋友、另一半或者係家人長者團聚。呢個都起碼係一份少少嘅安慰啦，知道佢哋可以好快係喺香港裏邊得翻自由身。咁會唔會喺香港都係變成另一個大監獄咧？好多嘅監視啊，好多嘅出入境限制啊，我唔知道啦。咁亦都係希望呢班曾經一齊喺立法會奮鬥過嘅戰友都係一切係平安同埋順利。